感谢居港 Metropolis 新闻的各位观众们，仍然和本人Fiona Huang。天圣宫隆重庆祝马祖诞辰纪念日，这场经典对儒教信徒及华人社区来说意义重大，是表达对这位海上守护女神敬意的重要时刻。位于居港市Karanganyar PUKM 7街道的天圣宫举行了隆重的天上圣母诞辰纪念活动。这位在华人社区广为人知的海神，也被尊称为马祖娘娘。马祖是受人敬仰的海上守护神，不仅被航海者视为庇佑者，也被认为是东南亚广大地区移民的精神依靠，特别是在南方区域具有重要地位。天圣宫主席达嘎利亚表示，马祖是该庙宇供奉的主神之一。天圣宫每年依照农历于3月23日与9月23日2次举行马祖诞辰庆典。今年的庆典活动从周六傍晚的请神仪式开始，随后进行了一系列传统仪式，包括敬天、出灵与祭宾。整个庆典在与信众共享的简朴餐叙与卡拉 OK 联欢中圆满结束，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，体现出共同信仰所带来的团结与喜悦。Ini peringatannya biasanya tanggal berapa kok? Tiap tahun, kalau lunangnya tanggal 3 bulan 3 tanggal 23. Imlek itu ya? Ya, tiap tahun. Ini sudah tahun 1065 dari kelahiran dia. Caranya pengobatan menolong yang kesusahan di laut, membantu。庙方也在神明诞辰的这一吉日中，虔诚祈愿南苏门答腊与居港市民众身体健康，社会繁荣，百姓安居乐业。Lutfi Pal TV